好，戀愛世紀特別篇，唔係富士電視台重新再整多套戀愛世紀特別篇，戀愛世紀冇特別篇嘅，從來都。咁係事緣咧，係因為我翻睇咗 Netflix 嗰個戀愛世紀啦，啱啱上個月。咁睇完之後咧，就到我老婆睇。咁我老婆睇咧，我又忍唔住又跟住睇。咁大家一路坐喺度睇嘅時候咧，就一路討論呢套戲啦嚇。咁有好多新觀點同我老婆睇完出嚟咧，所以想錄低一個記錄，或者大家一個分享，睇下大家認唔認同。因為咧，即係不得不佩服女人睇嘢咧，即係好細緻，同埋有啲嘢咧係唔係用我哋男人呢個角度去睇。咁係第一樣咧，佢就講到咧佢哋嘅衣着啊。咁衣着有咩就唔係講嗰啲衣着有幾潮啊，着啲乜嘢喎？當然即係人都知，就係話佢哋當時用嘅木村返工用 Porter 啊，佢着 Levi's 啊、Red Wing 啊，呢啲全部都係當年嘅潮物啦嚇。變成唔係講呢樣，而係我老婆話，其實佢哋兩個咧後尾着啲衫越嚟越情侶裝咧，係松隆子開頭根本就唔係咁着。係完全因為松隆子越嚟越中意木村咧，跟住就抄木村啲衫褲，即係裝扮嚟咁樣着嘅。因為佢話開頭咧，松隆子佢着啲衫咧都係啲好多時都係啲 OL 翻工嗰啲衫褲，放咗工冇特別話着啲咩衫，好多時都係啲斯文恤衫咧，即係個年代老老土土嗰啲。咁之後咧又唔知幾時開始咧，佢就開始有對 Red Wing 啦，跟住咧就成日着啲格仔褸、大格仔褸，同埋啲 NYT 啊，即係美職嗰啲咧。不過講完我留意下，又好似係喎，所以呢個 point 咧，大家可以睇下認唔認同嚇，或者有冇揾到啲理據啊？我覺得佢講到真係好似都有啲理由，好似真係。譬如講完之後，咁第二咧就係、應該冇記錯係第7集，咁就講木村同水原咧參加完同學會之後咧，兩個走咗去公園，水原攬住佢喊，跟住咧就印咗個唇膏落去件衫度。咁事後俾松隆子知道，跟住松隆子就走啦，嬲啦，跟住木村又追翻佢，咁啊氹翻松隆子嗰段。咁最尾咧臨完之前咧，就松隆子就再喺水原錫咗落木村件恤衫嗰個唇膏嗰度咧錫多一下。咁其實嗰度係代表咩咧？我開頭我就以為咧代表個松隆子原諒咗木村咁解嘅啫。咁原來咧根據我太助佢嘅觀點咧，佢話依個動作好綠茶婊。其實木村係由頭到尾都唔知道水原錫咗，即係印咗個唇膏喺佢件衫度噶嘛。佢將個唇膏即係特登喺木村面前錫落去嗰個唇膏度，等木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水原係有錫到呢一啖，只係以為呢個唇膏從來都係松隆子錫落去個件衫度，目的係因為松隆子佢好妒忌噶嘛，好霸道噶嘛，佢係唔要木村個腦入邊有一秒可以想像到或者聯想到任何關於水原嘅嘢，因為如果呢個唇膏係佢唔敢做，佢可能翻到屋企見到件衫咁跟住佢又會諗起水原，即係可能呢個唇膏係水原錫落嚟嘅喎。跟住可能又會諗起水原嘅其他嘢啦，佢唔開心啊，種種嘢，而咁樣錫咗落去，令到連佢諗嘅機會都冇。當然呢個係佢理智一廂情願啦。
咁呢個絕對係要完全佔有嘅心態嚟嘅喎，係啊。咁呢個觀點我真係冇諗過，sorry，係真係我老婆講我先至諗，又應該係喎，即係呢啲又係即係女性嗰種妒忌加機心嗰時先至有呢種嘅表現咯，嚇，好得意啊！我覺得呢個觀點我唔知，即係可能其他女仔聽到覺得好普通啦，唔知一般男仔諗唔諗到呢樣嘢嚇，或者男人就算你做咗幾百歲人，唔知諗唔諗到呢樣，我真係諗唔到。咁我自己都覺得咧，呢套戲咧再翻睇咧，有啲觀點我好幾得意嘅，就係咧發覺由第1至11集咧，其實4個角色咧，即係男女主角、男女第二主角咧，全部都有成長㗎。咁木村啊擺到明㗎啦，即係故事上邊都要特登交代，佢係一個以前做嘢橫衝直撞，唔理人，想做乜嘢咧就做乜嘢嘅人嚟㗎嘛。咁但係咧，我係講佢就算即係工作上面，即係劇情都好刻意去交代佢點樣同人識得同人溝通啊、合作啊。我覺得佢同松隆子嘅關係咧，其實都一路係越嚟越成熟㗎。佢由開頭咧，即係好多嘢見到水源根本就唔會同松子講啊，費事講提都唔提。之後咧開始咧識得咧會同松子講，我琴日見到水源啊，或者我今晚想去見下水源，係多咗啲交代嘅。到最後咧，佢係會講我今晚有去水源啊，我完咗之後咧又再翻嚟，即係個表現係即係越嚟越即係越嚟越成熟嘅，係即係有顧到松子咁嘅感受，因為佢知道松子呷醋王嚟噶嘛，亦都知道松子好擔心噶嘛，每次佢一關於水源嘅嘢，咁佢越嚟越愛佢嘅時候咧，佢就知道點樣去令到松隆子即係唔好咁擔心咯。咁當然咁套戲就梗係即係有啲即係嗰啲反駁位，就係不停佢哋即係飛機撞紙鷂，又會撞到俾松子撞破好多唔好嘅嘢嗰啲咁樣。咁呢套戲就冇得講啊！咁但係你都可以講嘅，即係男女關係有時有緣分冇緣分嘅咁咯。咁你 Nico 都係啦，咁亦都學識咧。以前譬如水源上去揾佢傾偈啊，或者其他人，佢都唔理㗎，佢要我棟喺度，你做咩叫我行開啊？我要坐喺度聽埋。到之後咧，都識得扮大方啊，係扮。即係要我會落街自己去買，主動自己講。咁其實兩個都大個咗喎一路，係啊。之後從此驚係因為越愛越深，咁去最尾去唔想再泥足深陷啦，搞到自己越痛苦啦，咁先離開佢。其實去到第10集度。其實佢哋已經進入咗，即係我覺得係去到咧木村講分手翻鄉下，去巴士站追佢嗰時咧，雖然松隆子最後都上咗架巴士度，咁其實嗰度咧就係講木村唔夠決斷咯，因為木村永遠都係猶猶豫豫噶嘛。其實進步咗㗎啦喺套戲尾段，但係佢都係成日做嘢唔夠決斷，優柔寡斷。從此上咗車，開咗巴士，又追翻轉頭喎。咁追乜鬼啫？個巴士你點追到嘅？咁我其實係想講咧，嗰段其實已經注定咗佢哋，其實已經係基本上打風都打唔甩㗎兩個，只不過係仲爭即係睇下點樣收好嘅，因為兩個都認定咗大家都仲係中意大家。只不過大家要諗一個將來大家相處嘅方法，同埋最後去再肯定去表達自己，即係同大家唔係話復合，而係真係結婚一生一世嘅承諾。咁其實喺第10集已經拍咗版，佢哋基本上其實都係
即係應該係會有情人㗎啦，只不過最尾就梗係要整個高潮咁，去到翻去成安佢哋滑雪場嗰度，又有啲陰差陽錯又見唔到，咁住最尾咁我估編劇都係最想帶翻佢哋去翻起點，去翻涉谷戲院門口嘅欄杆嗰度做一個 happy ending。咁係得意嘅套戲，其實越睇咧係 depth 到，因為我哋有時都要學下日本人嗰種細心同耐性，即係好似咧有好多人話，佢哋示愛咗之後唔好睇。咁當然示愛前嗰種曖昧好精彩啦，由女追男啊，跟住到個男想追佢嗰時，就個女又縮啊，即係呢種角力係梗係最好睇啦。但係之後我覺得由第六七集、第五集示愛嘛，第六集開始就係講佢哋點樣去，即係開始成熟咯兩個人。咁而第二男女主角阿哥同水原，亦都最尾學識點樣即係接納翻大家。咁其實最尾有幾樣嘢，我覺得都好解答到。其實就算到依家2026年，好多人都係講呢啲，點解自己唔拍拖，點解唔結婚，就係因為自己唔夠成熟。你睇翻套戲最尾點講？阿課長喺唔記得第10定第11集，其實講咗個答案同木村嘅，係啊，唔係叫你，唔係要自己照顧到自己，你先去照顧人，而係兩個人一齊去照顧大家啊嘛。咁松隆子成日話，我最尾去逃避木村嘅原因係，我唔想做一個懦弱嘅人，我想自己堅強啲，就算有咗你冇咗你，我都唔想再自己。想自己堅強啲，唔想受傷害。大家姐都講咗啦，松子個家姐同埋木村都有講啦。做人做咩要咁堅強？有時喺自己愛嘅人身邊，你咪可以做下軟弱或者撒嬌咯。其實男男女女都係冇話一定要真係，即係你永遠話我要好堅強咧，其實真係無形將自己不停。將好多枷鎖擺喺自己身上，日本人咪就係成日孭住呢啲咯。咁我哋香港人都係㗎啦，壓力爆煲㗎嘛，仲加咁多呢啲搞唔掂啊！所以係咯，希望大家我錄出呢個都唔係有啲咩高深學問見解，但係希望大家一齊回憶下，亦都有啲嘢可以真係海闊天空嘅。咁大家中意嘅，希望即係可以俾啲意見啦，share、like 或者點讚，好，thank you。